很久以前，凡間有個叫做張伯胤的人，佢唔係大官，亦都唔係大富大貴，只係一個普普通通、心地善良、做人忍讓又顧家的男人。佢屋企大大小小，事頭多，是非多，但無論幾麻煩、幾委屈，佢都一樣和氣，一樣公平，一樣照顧到每一個人。當時天上好亂，眾神爭持不下，冇一個真正服眾的首領。太白金星就奉命落凡間，尋找一個品德最好、心量最大、最能夠管好三界的人。佢一見到張伯胤，即刻就驚為天人。呢個人忍得人所不能忍，容得人所不能容，對家人好，對鄰居好，對眾生都慈悲。太白金星當場就話：呢個先至係真正做得三界之主的人。於是太白金星就請張伯胤上天庭，做統領三界、管天管地管人間的玉皇大帝。大家都尊稱佢做天公。張伯胤當時就話：我走咗，我屋企人點算？我屋企啲雞犬鴨鵝日日陪住我又點捨得丟下佢哋？太白金星一聽到更加佩服，就同佢講：你心咁慈悲，連家裏老小連雞犬都唔捨得丟下，你一定可以管好天下眾生。好，我就成全你，你一人得道，全家連屋企隻雞隻狗隻鴨全部一齊帶你上天。就咁，張伯胤帶住全家大小，連屋企的雞犬都一齊飛升上天。佢正式登基成為天公嗰一日，正好就係農曆正月初9，所以後來華人就將呢一日定為天公生，係一年入面最尊貴、最隆重的大日子。拜天公其實就係拜呢一位由凡人修成、最明白民間疾苦、最公道、最慈悲，連家裏雞犬都帶上天的天公大帝。而點解拜天公一定要擺甘蔗？呢個亦都係一段流傳好多年的故事。以前福建沿海一帶曾經遇到戰亂，百姓走投無路，四處逃命，好多人差啲就沒命。最後一大班人匿入一片甘蔗園入面，蔗葉茂密遮住佢哋，先至避過一劫，構成一家人。嗰一日又正好係正月初9天公生，百姓就認定係天公暗中保佑，先至有命留低。所以從嗰日開始，福建人拜天公一定要擺2支有頭有尾的甘蔗，一嚟感恩天公救命之恩，二嚟寓意節節高升，年頭甜到年尾。三嚟甘蔗樹喺兩邊，就好似通天通地的門路，等天公嘅福氣可以直接入屋。到咗拜天公當日，供桌要分2層，最傳統最正統嘅擺法係這樣：最上面一張桌叫做天公桌，要墊凳墊高，象徵天公高高在上。呢一桌全部要素，唔可以有肉。中間點一對紅燭，中間擺清茶3杯、酒3杯，前面放面線，寓意長壽。旁邊擺發紅龜，求發財求平安，再擺5樣生果，代表5福臨門。側邊放6樣齋菜：香菇、金針、木耳、腐竹、紫菜、麵筋一類，乾乾淨淨。最兩邊就豎住2支有根有尾、帶青葉的甘蔗，直直插好，象徵通天灌地。下面一張桌就係俾天兵天將、護駕神明用嘅，呢度先至可以擺分食。中間擺一隻燒豬，代表最大誠意，富足圓滿。旁邊擺全雞、全魚、魷魚、鴨蛋，整整齊齊，生禮齊全，俾天公身邊嘅神兵神將享用。拜的時間最好就係年初8夜晚10點到初9凌晨1點，越早越能搶到頭福。開始先點紅燭，照亮天公落凡的路，再由一家之主點3支清香，雙手舉香到眉頭，面向門口，面向南方，向天拜，誠心祈求全家平安順順，身體健康，生意興隆，財源廣進，子女聽話讀書叻，合家和睦，出入平安。插好香之後，就等香燒到大約一半，全家再一齊禮拜。到香燒得差唔多，
就開始燒金子、燒天公金、壽金，等火勢旺起來的時候，家長就會拿起甘蔗最前面那一節隻頭，輕輕斬落嚟，放入金火裏面一起燒。呢個動作叫做燒蔗頭、留蔗尾。燒蔗頭係將開頭的福氣、感恩的心意送俾天公，留蔗尾係留喺屋企，代表留福、留財、留平安到年尾，有頭有尾，全年順景。燒完金子同蔗頭之後，全家再恭恭敬敬拜3拜，送天公回天庭，成個拜天公儀式就圓滿完成。其實拜天公從來唔係講形式多複雜，最緊要係心誠和氣感恩。天公由凡人嚟，連屋企雞犬都帶上天，就知佢幾咁慈悲，幾咁重情重義。佢最明白我哋喺世間打拼的辛苦，只要心善、心正、心誠，天公自然會保佑一家人全年順順利利、平安發財，年頭旺到年尾。